请仲文讲一下，今天其实攻势蛮关键，其实都在李玉泉跟沈正清这两个选手身上。那这两个都有回来得分，那讨论一下这两位选手的发挥。李玉泉的话，就是最近他比较在没有比赛之前，他的一些状况是比较差，但是昨天在看他在练习打击的时候，就感觉上已经有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在打击的练习所看到他的力量可以用得上，所以今天才会就是一垒手排他上场。那沈正清的话，他通常他的打击都是比较稳定，所以他们两位今天的表现都还算不错。好，我先请仲文讲一下今天整个比赛。今天整个比赛来讲是先发投手庄成的话，他是表现得非常优异，然后接下来两位投手也是投得中规中矩，那还算是可以接受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可能在投手安排方面会越来越紧凑一点，因为接下来队伍应该是会越来越好。那今天的打击方面的话，两位旅外的选手中泽跟那个盛平，他们两位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正常的就是练习，所以可能在打击方面比较发挥的不是那么正常。那相信在往后的这几场比赛应该会有好的表现。那这样仲文也就是提到接下来的比赛是难度会慢慢的越来越高，那也期待选手在做什么样的加强跟准备吗？那其实我觉得就是选手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，那其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那把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环状都把它做好，这样子的话，赢球的几率就会高。那当然是要尽量减少失误。请仲文讲一下今天对于德国队的对手这样的印象。第一次遇到德国队的选手，那感觉上在守备方面还不错，中规中矩。那投手方面可能会比较差一点。所以他们今天的比赛投手方面就是保送会比较多了一点，这样子。整场的比赛看起来是这样子。那打击的话也是中规中矩的，他们也是有7支安打，那还算是不错的。